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古早歌青蚵仔嫂，唱到别人的阿君啊是穿西米露，阮的阿君啊是卖青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君歌温君第一条。古早皇帝一国之主，咱讲君，君主嘛有分明君甲昏君。古早戏剧写讲是君无戏言，神无乱走。另外，这个君嘛是对人的尊称，大部分拢是查甫，像讲朱君就是朱位。林先生，咱讲林君；另外某称呼翁，女性称呼男朋友，像讲夫君、寡君。啊，若行棋的棋子，将抑个有水，咱讲是君。乌空互人跳，咱讲放一支军互人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君主，代表是有道德、有道义、人品真高尚的人，咱讲是正人君主。颠倒边的词就是小人。另外，古早有一款较简单的锁，防君主无防小人，咱讲是君主锁。啊，日本的小宴有一部是君主宴、君主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第二个词，这是如意郎君，代表是满意理想的翁婿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有钱有势，无钱歹势，也毋过阿朱看钱无重。伊心目中的如意郎君，条件就是爱正人君主，其他拢是摆后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君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